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时行，台语安尼写时行。华语的当时正风行，台语讲时行。阮阿嬷真拍真对着时代，穿插打扮拢是即摆上时行的。最近这几冬来，台语的流行歌甲台语的电视剧拢真时行，学讲台语当着时。啊，这种的布料有一阵仔真流行，即摆已经无时行咯。无时行就是过时，甚至是落伍咯。像过时未腊日，就是不合时宜。时行的时，临时临要，临时临要，我实在嘛唔知要找啥人帮忙。三不五时，伊三不五时就啉酒醉，起酒笑，厝边隔壁大家拢真困扰。不管时，阮家的大门不管时为你拍开，欢迎你的光临。有一句俗语：手抱孩儿，才知爸母时。人永远都爱甲家己做爸母，才会当体会爸母的辛苦。还佫有一句：时到时担当，无米才煮咸鸡汤。唔免伤担心，静观其变，总是有解决的办法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时行实在真趣味。